將美學同科技完全融入生活，令人感覺唔到任何設計同設備嘅存在。配合戶主一家三口嘅生活，設計師將原本嘅3房改建成2房，擴大咗仔仔嘅房間。主人房亦都打通咗另外一間房，變成衣帽間。另外，單位亦都設有半開放式廚房同雜物房。Hello June， 我想問下戶主今次有啲咩設計嘅要求呢？係戶主嘅設計要求咧，就係想有一個酒店式嘅設計。咁我哋就放咗北歐啦，同埋復古式嘅設計。咁用咗大地色啦，例如一啲米色啦，或者可能一啲暖通嘅中性嘅木顏色啦，就放咗喺室內空間。阿 June 提到戶主對科技情有獨鍾，智能系統 Aqua System 覆蓋成個單位，一個控制版面，遙距開關屋企各種家電，實現智能家居。嚟到客廳，假天花加入唔同燈槽同射燈效果，可以任意調校，營造唔同嘅生活氛圍。除此之外，因應男戶主嘅需要，整合隱藏式高端音響，打造5.1聲道高端音響環境。另一邊，再利用燈光增加設計感，香檳金金屬電視組合櫃配合紅橡木電視牆作對比，低調優雅。大門、電視牆都選用咗紅橡木，呢種聯動式動線設計延伸至到飯廳，視覺上更加整潔和諧。飯廳嘅 Coffee Corner 設有電力路軌，方便戶主可以自由擺放小家電。由於單位有西斜問題，長期有陽光入屋，阿 June 亦都善用呢一點，將陽光引入單位入面。因為戶主都覺得咧，客廳咧啲光線唔係好夠光，咁所以咧我哋咧喺呢個廚房裏邊咧就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希望咧令到啲自然光咧可以放咗喺翻個客廳個設計裏邊，希望令到客廳咧平時可能唔開燈啦，都希望有一啲光線喺個客廳裏邊。客廳嘅白橡木設計亦都延伸至到廚房，搭配高貴優雅嘅雲石紋磚，而工作台面就採用咗有更高堅硬度嘅德國石英石。所有電器都採用嵌入式或者隱藏式設計，令到成個空間更加簡潔明亮。呢個單位亦有普遍嘅舊樓問題，樓底低而且設有橫梁。主人房嘅設計啦，因為本身主人房咧，而家個設計咧就由2間房打通咗變咗1間房。咁另外啦，因為佢本身2間房嗰個位置個間隔牆啊，有一個橫梁喺度啊，咁同埋佢床頭 pan 咧都有一個橫梁。咁我哋將佢嘅缺點咧就變成一個設計嘅靈感，希望咧喺個橫梁嗰度咧就做咗一個燈槽嘅設計。另外燈槽設計之外咧，佢上面啊仲有一啲 corner 嗰個位置啦，本身係一個直角。我哋希望咧做咗更加多嘅設計嘅元素喺度，所以我哋就做咗個弧形嘅位置，希望咧令到望落去嘅效果咧會更加有一個設計嘅效果喺個天花裏邊。利用相同色調、4種質地、焗漆、花線、木質同皮質，低調展現時尚優雅。戶主對於睡眠都好有要求，配合智能式窗簾同燈光，可以自由調校。另外，衣櫃加設防潮管，套廁亦都選用電熱毛巾架。仔仔房就以胡桃木同埋灰色嘅鋁打造，床頭、櫃底等等都可以滲出柔和燈光。無論係時尚美學定係科技智慧，每個元素都完美咁融合，營造咗優雅又低調奢華嘅歐式設計，同時又保有家嘅活力同埋舒適。你哋又覺得點呢？